改寫下半生，眉目裏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，才明白被愛的能活得這樣勇敢，榮幸眼神能替我雲上旅行來點燈。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， 不因氣壓搖擺，只因有你擁戴。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。 各位同學，你哋好，喺我身旁嘅係2010年中七畢業嘅吳家駒同學，佢現時就讀於理工大學機械工程系 Year 3。佢喺今年11月就代表理工大學參加國際大學生工程設計比賽，喺香港脫穎而出，仲代表香港去美國參加總決賽，仲獲得第3名，成績非常之突出。咁你而家嘅成就同你以前所建立嘅知識基礎有咩關係㗎？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？咁我而家嘅成就啦，全賴喺呢間學校嘅時候，喺初中嘅時候有一個科技科啦，咁從而引起咗我有科技呢方面嘅興趣，工程方面嘅有興趣啦。咁之後喺高中嘅時候啦，又可以讀到 Free Can Buy 啊，咁更加增進咗自己喺科學上面嘅知識啦。咁從而令到我喺大學嘅生活入邊揀咗一個機械工程科嘅科目，咁就可以得到一次機會參加咗呢個比賽，從而得到呢個成就咯。由於對科學有濃厚嘅興趣，於2008年就讀中6級嘅吳家駒同學喺物理科蔣英德老師嘅帶領下參加第3屆香港潛水機械人挑戰賽。當時佢幾個同學組成一隊代表學校參賽，喺比賽當日佢哋製作嘅水底機械人喺水底成功完成咗指定嘅任務，得到好好嘅成績。由於賽事係國際賽嘅香港區比賽，因此一切嘅文件同埋比賽語言都係用英文。同學正悉心咁向評判解釋作品嘅特點。喺比賽當日，同學更接受南華早報嘅外籍記者以英文嘅採訪。比賽結果，本校獲取香港潛水機械人挑戰賽嘅亞軍，同學獲頒獎金同獎杯，亦獲邀代表香港前往美國比賽。仍然只係中6級學生嘅吳家駒同學，已經喺參加大賽嘅過程當中吸取咗經驗，不斷咁學習，為日後嘅成就奠定咗穩固嘅基礎。咁你覺得我哋師弟師妹參加多啲出邊嘅比賽，會唔會對擴闊個人知識同埋提升個人自信有幫助呢？咁係絕對有幫助嘅。咁首先啦，可以出到去呢啲大賽度，可以望到對手咧有應用咗啲咩技術啊，咁樣就可以擴闊到自己嘅知識啦。咁點解當時自己會諗唔到啊？咁從而參加完呢啲比賽之後，就可以翻嚟改善下自己，改善咗自己嘅知識之後，就覺得自己獲益良多咗之後，就可以提升翻自己嘅個人自信啦。咁知道咗自己原來可以喺呢方面發展嘅時候，就可以主動啲參加多啲呢類型嘅比賽，咁就從而提升翻自己嘅自信，同埋去應用翻自己喺出邊學到嘅經驗。咁喺我哋身旁嘅呢，就係帶住吳家駒同學參加全港機械人比賽嘅蔣英德老師。咁蔣英德老師，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吳家駒同學喺比賽當中有咩嘅個人特質，值得係同學欣賞嘅呢？好啊，多謝你。就家駒同學呢，俾我最深刻印象呢，就係佢有一個主動同埋一個堅毅精神。譬如好似我哋最初開始嘅時候呢，咁家駒同學呢就主動呢已經係畫咗個圖則，就成個潛水機人個架構係點樣做。另外呢，佢要解決第二個問題就係做一個機械臂，咁啊做咗足足個幾月嘅。佢首先畫個圖則出嚟，然之後呢就已經自行呢去做。咁遇到問題呢都盡量係自己解決。然之後呢，有問題呢先至再同先生或者其他同學商量嘅。咁我係非常之欣賞佢呢樣嘢，即係話遇到問題，佢係首先會主動去解決個問題，然之後呢先至係尋求其他人嘅幫助。咁呢個我諗係所有同學，包括係出嚟做事嘅人呢，佢要成功嘅一個好重要因素。咁喺呢度，我好想多謝左 Sir 喺之前嗰2年教導我嘅，咁多謝你啊 Sir。最後我哋多謝吳家駒同學接受我哋今次嘅訪問。我相信我哋嘅同學都會好好向你學習㗎啦。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.